點解一個關於2020年美國大選嘅舊爭議，會喺2026年7月突然再爆上新聞頭條？今次唔係網上傳言，而係特朗普喺白宮演說入面親口指控中國干預2020大選，仲話情報機構當年隱瞞咗關鍵資料。呢條片唔幫任何一邊落結論，我哋只拆3件事：佢講咗咩？自己陣營有人點樣即晚反駁？同埋資料本身究竟係咪真係機密外泄？先講背景，特朗普最新講法係中國喺2020年大選期間取得大量美國選民資料，規模涉及2.2億人。佢形容呢件事係選舉安全噩夢，並且指稱當時有情報官員冇將資料完整交俾總統同公眾。對一個金融經濟頻道嚟講，重點唔只係政治八卦，而係呢類指控會點樣影響政策風險、外交風險同市場對美國制度穩定性嘅理解。白宮同步公開咗一批解密文件，官方講法係文件顯示中國非法取得大規模美國選民檔案，包括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政黨傾向等資料。白宮文本將呢件事包裝成史上最大規模嘅選舉資料外泄，並且將焦點放喺外國勢力有能力利用資料做輿論操作、定向影響，甚至測試美國選舉基建弱點。但呢度要分清楚2個概念：第一，取得選民資料唔等於改動選票；第二，選舉資料被外國實體收集，的確可以有情報同輿論價值，例如分析投票人口、做政治廣告、設計假訊息敘事。不過，如果要證明一場選舉結果被改變，就需要另一級證據，例如投票系統被入侵、點票被改，或者實際選票被操控。最值得留意嘅反駁，唔係嚟自民主黨，而係嚟自特朗普自己選舉誠信工作組成員 John Solomon。佢當晚公開承認，情報界完全冇證據顯示任何外國勢力改動過2020、2022或者2024年任何一票。呢句說話好關鍵，因為佢將問題由有冇外國收集資料拉返去有冇外國改變選票。前者可能係安全問題，後者先係選舉結果問題。所以如果觀眾聽到中國取得2.2億選民資料，第一個反應可能係好震撼。但下一步要問，呢啲資料有冇被用嚟入侵投票機？有冇證據顯示票數被改？有冇法院、州政府、情報評估確認結果受影響？暫時公開反駁嘅核心就係冇證據顯示任何一票被外國勢力改動。呢個唔係語氣問題，而係證據層級問題。第二個反駁係資料合法性。多間事實查核指出，中國取得嘅部分選民資料，其實係來自7個州份合法公開出售嘅選民名冊，並唔係機密資料庫被黑客爆破。美國好多州本身就容許政黨、研究機構、商業公司，甚至一般市民按規定購買選民登記資料。換句話講，資料落入外國手上可以令人擔心，但可合法購買同非法竊取機密係2件事。呢度有個灰色位。選民名冊雖然唔一定係秘密，但仍然係敏感個人資料。姓名、住址、電話、政黨登記，如果被大量整合，可以用嚟做精準政治信息投放，甚至騷擾、冒名、社工攻擊。所以事實查核唔係話完全冇風險，而係話白宮將佢形容成史上最大選舉資料外泄。呢個講法需要同資料本身嘅公開屬性分開睇。再放反政治脈絡，美國情報機構喺2020年後嘅正式評估曾經講過，中國冇試圖改變美國大選結果，亦冇證據顯示外國勢力改動選票。特朗普今次講法等於正面挑戰呢套評估，並將焦點重新拉返去佢長期講嘅2020選舉被偷論述。佢公開解密文件，既係一個資訊披露動作，亦係一個政治敘事動作。點解係而家？因為2026年中期選舉氣氛升溫，美國國內對選民身份審查、郵寄投票、選舉安全嘅爭議再度加劇。當一個總統用白宮演說形式重提2020，
佢唔只係回顧歷史，而係影響當下政策議程，例如更嚴格嘅投票身份規定、選民名冊審查同聯邦政府對州選舉制度嘅介入程度。呢啲都會變成市場眼中嘅政治風險。最後講影響。第一，中美關係本身已經因科技、關稅、供應鏈、台海同金融制裁而敏感。如果華府用高調語言指控北京操控美國選舉，即使未有完整公開證據，都可能令外交互信再跌。第二，美國國內政治對立會加深，因為支持者可能視之為遲來嘅證明，反對者就會視之為種炒陰謀論。第三，公眾對選舉安全嘅信任會被再一次消耗。所以呢單新聞可以咁樣拆，有公開文件顯示外國實體取得大量選民資料，呢點值得關注。但目前公開資料同特朗普自己工作組成員嘅說法，都未證明任何外國勢力改動過選票。至於將資料收集包裝成選舉被操控，係證據推論定係政治操作，就要睇你點衡量證據層級。對投資者嚟講，最實際嘅觀察唔係邊個口號最大聲，而係呢件事會唔會推高政策不確定性、中美摩擦同美國制度風險日價。